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馬竇所載的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喺中間。那時候，耶穌被聖神帶到曠野，受魔鬼試探。他守了40晝夜嚴齋，就餓了。試探者前來對耶穌說：你若是天主子，就命這些石頭變成餅吧。他回答說：經上記載，人不但靠餅，也靠自天主口中的話而生活。隨後，魔鬼帶他到了聖城，使他站在聖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從這裏跳下去吧，因為經上記載着，他為你吩咐他的天使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回答說：經上有記載，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帶他到一座極高的山上，把世上的所有國家和榮華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跪下朝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送給你。耶穌回答說：撒旦走開，因為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單單侍奉他。於是魔鬼便離開了，便有天使前來侍候耶穌。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好啦，喺我哋今日聽到嘅四旬期第一主日甲年嘅讀經裏面呢，有兩個接受誘惑嘅個案呢呈現喺我哋眼前嚇。第一個個案嘅主人翁係邊位啊？第一位係邊位啊？第一個個案亞當夏娃嚇。第二個個案呢，耶穌。兩個嘅個案呢，接受誘惑，不過效果完全唔同。亞當夏娃徹底失敗，耶穌卻戰勝咗魔鬼。並且唔係好似亞當夏娃只有一個誘惑喎，耶穌有3個誘惑，3個都戰勝晒啊！咁所以咧，讓我哋睇到咧，同一樣人又係人，我又係人，點解人哋唔同咧？呢個好緊要，要研究個重心啦。點解亞當夏娃跌咗入誘惑中，耶穌冇跌入誘惑中啊？點解啊？可能有啲人話：佢係天主子啊嘛，梗係可以抵抗誘惑啦。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啊，好容易跌倒噶嘛。咁我諗可能呢個都係理由，不過好多時係藉口啊。耶穌咧係用佢嘅人性嚟面對嘅。不過我諗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就係、亞當夏娃唔知道自己要乜，而耶穌知道自己要乜。當天主話亞當夏娃，知善惡樹你唔可以食啊，然後伊甸園好多嘅果樹你都可以食，只係呢棵唔食得啫。佢哋聽話唔食，可能經過唔知幾多次，望到嗰棵樹，天主話唔食得，唔好食啦。不過有一日，魔鬼走嚟話俾佢哋聽，嗰棵樹對你好噶，你唔食就笨啊！似唔似我哋啊？好多時咧，我哋隨風擺柳，我哋冇自己嘅立場，因為我哋唔知道我哋需要乜，我哋唔知道乜嘢嘅需要為我哋係最長遠而圓滿而永恆啊！耶穌好清楚，由始至終佢嚟到，佢知道。我唔係做我嘅事業，我係嚟完成父嘅命令。我收到父嘅命令，我嚟到呢個世界係要做佢要我做嘅事。耶穌清楚知道自己要乜，所以我諗首先佢哋嘅分別係佢知道乜，亞當夏娃唔知道自己需要乜。今日咧咁啱農曆大即係呢個新春，
今日年初幾啊？初六定初七啊？初六係咪？聽日就初七，初七係為我哋人嘅嚇。咁啊，大家記得，我哋人呢，每一個人，特別為我哋天主教會嘅上文下理嘅啟示，我哋係天主特選嘅，我哋嘅生命係天主嚟，我哋嘅生命又歸於天主。今日咧喺我哋嘅面前，有一班兄弟姊妹，佢哋準備向教會申請入教，因為佢哋透過咗至少2年，有啲人多過2年嘅尋道，每一個星期最少一次參加舞蹈班，好清楚地了解咗呢個信仰係乜，亦都知道接受咗呢個信仰之後，自己要有啲乜嘢相應嘅改變，可能生活上嘅態度、價值觀，自己所信仰嘅人生觀、生命觀都徹底被改變，而佢哋願意從佢哋嘅恩選禮開始，佢哋就好似一個教友一樣，只係唔能夠喺彌撒中領聖體，直到佢哋領咗洗之後嗰一日，4月4號之後，佢哋就同我哋一樣。今日為佢哋嚟講係人生一個好重要嘅選擇，喺人生嘅交叉路口裏面，佢哋揀咗耶穌，揀咗天主聖三，成為佢哋生命嘅主。就正如今日喺耶穌喺福音中，耶穌知道我嚟到世界係要服從父嘅命令，佢已經安排咗俾我工作一個計劃，我要努力完成。佢好清楚自己嘅路，自己嘅方向。同樣我哋基督徒回應咗天主嘅召喚，我哋都要努力去明白天主喺我身上嘅計劃。如果唔清楚，我哋要不斷去鑽研，不斷去思考，喺祈禱中求問天主，佢一定會回答你嘅。所以點解我哋需要有靈修生活？因為我哋時時都會迷惘，我哋都會被人唆擺，被魔鬼唆擺。我哋需要翻去我哋嘅源頭，去揾天主嘅答案，然後佢話俾我哋聽，你應該照住點樣嘅方向行，你就會行到目的地。第一個反省嘅就係我是否知道我嘅需要？我是否知道我需要嘅係圓滿而永恆嘅？係我哋呢個四旬期第一主日，我哋好好默想嘅。我記得喺聖灰瞻禮，我都鼓勵堂區嘅兄弟姊妹將呢40日劃分做4個時段。第一個10日就係呢個第一個星期開始，多去反省我哋自己嘅生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好嘅繼續發揚光大，喺我哋自己嘅信仰同埋人生生活裏面做深入嘅反省，然後定一個方向，點樣活得更好，呢一個基督徒嘅生活，我係天主兒女嘅生活。相信呢個係我哋今個主日第2個好重要嘅反省點。我哋幾時心裏面嘅負擔越少越輕越淡，我哋人先至能夠容易得到明智、冷靜、清醒、豁達、自愈同自由。因為心清嘅人先至能夠做到孟子所講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坦坦蕩蕩嘅心靈係最自由自在嘅，冇乜嘢需要遮掩嘅，活得好爽朗。四旬期就係一個天主幫助我哋靜意清心嘅時期，減少心靈積聚嘅污穢，讓天主嘅聖寵聖德充滿我哋嘅心靈，使人完完全全隸屬於天主，被天主嘅靈氣充塞，真光照射，聖寵填滿，讓天主創造人嘅原始狀態得到實現。喺呢個四旬期嘅第一個10天，我哋努力喺靈修生活中修持實踐真我呢一個功夫，即係話容許天主喺我嘅生命當中任意引導，而唔係將生命賣俾慾望、賣俾世俗、賣俾罪惡，而係靠喺天主嘅身邊，我哋先至可以冇麵包嘅時候，我哋都感到滿足；喺怕懼艱難嘅時候，我哋唔會恐慌；
喺睇到世界榮華富貴嘅時候，我哋唔會輕易動心同埋失神。亞當厄娃點解受魔鬼嘅唆擺？因為個心唔夠清。當魔鬼話對你好嘅，你會叻過天主啊，甚至同天主一樣啊。當我哋嘅心唔清嘅時候，是同非、善同惡、對同錯，我哋就難以分別啦。所以四旬期嘅第一個10日，讓我哋去求天主幫我哋清心正義，使我哋能夠信主。我哋會發現，特別為幾位候洗者，神父喺呢度咧早啲預告俾你聽，信咗耶穌，我哋會越嚟越發現，我哋同世界嘅價值取向越嚟越多衝突，因為信仰同世俗嘅道不同，你會經過不少嘅痛苦同埋掙扎，然後你蛻變成為主為先嘅一個門徒，時時將天主放喺第一位。就係呢一點，你同世界發現越嚟越多價值衝突，世俗為你嚟講亦都會越嚟越少吸引。當然大前提係你越靠近天主嘅時候，你就越發現世界嘅吸引係好薄弱嘅。呢個時候你離天主嘅國就越嚟越近啦。即將我哋會見證12位兄弟姊妹向教會提出佢哋嘅申請，佢哋願意由今日開始去決心做基督徒，跟耶穌嘅價值取向嚟到去作為佢哋自己嘅價值取向。讓我哋已經領咗洗嘅兄弟姊妹喺佢哋嘅身上重溫我哋跟隨天主嘅初心，求耶穌幫助我哋做一個真真實實嘅基督徒，讓我哋嘅生活言行能夠彰顯耶穌係我哋唯一嘅價值。